8月22號星期六呢段表去同大家睇睇主要指數期貨、熱門美股、貴金屬、能源期貨、外匯同埋加密貨幣嘅走勢。先有個免責聲明，本片內容純粹經驗分享同埋教學內容，唔會構成任何買賣建議，投資者入市之前記緊留意清楚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啱啱過咗呢個禮拜最重要嘅新聞係上個月聯儲局開會之後維持息口不變啦。咁其後呢個30年期國庫債券咧，圖中呢度見到咧就一度升穿咗19年以嚟嘅高位5.28厘嘅，咁啊最高咧衝到上去呢個5.33厘度嗰啲位。貝森特咧財政部其後咧就宣布將呢個30年期國庫債券回購嗰個規模咧，由呢個20億增加到每次40億，嚟緊呢季應該去到320億嘅規模啊！市場解讀呢一個行為係財政部繞過聯儲局直接干預債市嘅行為，削弱咗聯儲局嘅獨立性嘅事件咧，就觸發金價同埋 Bitcoin 飆升啦。而美股嗰邊咧就市場重新估計評估資本支出咧帶嚟嗰個效益，咁所以咧呈現咗橫向發展同埋輕微調整嘅情況。呢個30年期國庫債券暫時仲係壓響5.28厘樓下啦。如果真係破位嘅話咧，上邊下一個阻力會睇到5.5厘啦。再高啲嘅話咧，會衝到上去7厘咁高嘅。咁啊，對美國債市咧衝擊可以話咧非常之大。下邊支持位咧200天線同埋主要支持位都喺4.8、4.9度嗰啲位。睇睇主要指數期貨，道指期貨最高見過54,800之後咧。咁啊，輕微回落。上個禮拜仲係企響52,000同54,000呢啲位嚟到徘徊。咁啊，闊啲嘅範圍咧，升穿24,000咧，下一個短期目標係56,000。下邊有機會試呢個50,000點，亦都係200天線附近嘅位置。標普期貨最高見過呢個7,800點之後咧，輕微回落。咁啊，有機會試翻之前一啲歷史頂部啦，7,600呢啲位。預期短線咧7,600到7,900之間度上落，闊啲嘅範圍咧，下邊睇7,400，上邊升穿7,900，有機會試到8,200。納指期貨繼續喺呢個29,200到31,000點之間徘徊，咁啊波幅逐漸收窄，突破呢個範圍咧，下邊有機會試28,000點。咁就留意咧200天線平均線咧已經慢慢上到嚟咧呢個27,200附近。上邊如果升穿31,000咧，下一個高啲嘅目標咧睇33,000。恒生指數期貨繼續喺呢個25,000到26,000度之間徘徊，亦都係喺呢個200天線附近度上落啦。闊啲嘅範圍下邊睇23,600，上邊睇27,000。睇睇熱門美股嘅走勢，蘋果300蚊到320蚊之間度上落。低啲嘅支持位咧睇280，亦都係咧200天線嘅位置。上邊高啲嘅阻力睇歷史頂部，約莫340蚊。Amazon 亦都係做歷史新高之後咧一路調整緊，暫時企響260蚊附近。如果補翻個裂口嘅話咧，有機會試翻落去240蚊，而家200天線亦都喺嗰度位置附近嚟嘅。上邊高啲嘅阻力睇280。Alphabet 上落範圍340到370。闊啲嘅範圍睇310到400蚊，咁見到好多熱門股票咧，其實都已經響呢個200天線附近㗎，已經係。Meta Platform 低位徘徊，上落範圍520到580，低啲嘅支持位咧跌穿520會試480啦，上邊高啲嘅阻力咧睇200天線，約莫咧620到640之間。微軟相對地高位徘徊啦，上落範圍咧460到490，闊啲嘅範圍430到530。Netflix 繼續向上反彈嘅，暫時佢喺80蚊附近，高一級嘅阻力睇90蚊，亦都係呢個200天線位置啦。下邊支持位65蚊。Tesla 繼續反彈嘅，咁就將近回冇咗個裂口噶啦，短線上落範圍繼續340到370，闊啲嘅範圍300蚊到400蚊。Nvidia 上過227之後咧向下調整，暫時企喺215蚊支持位附近，闊啲嘅範圍咧下邊睇190，上邊睇240。Vigo 咁就連續跌咗一個禮拜啦，咁啊而家暫時企喺200天線附近，預期繼續會喺360蚊到380蚊度上落啦，闊啲嘅範圍睇320到440。比光上翻去900蚊樓上啦，咁啊如果繼續反彈嘅話，機會試1200蚊啦，下邊支持位900蚊同埋700蚊。
Palantir 橫向偏強嘅，咁啊禮拜五咧亦都係收近期嘅高位，下個目標咧會試198穿嘅位上到210，支持位170同埋200天線150。Palo Alto 就跌穿咗370蚊，估計會試翻300蚊啦。咁上落範圍300蚊到370，闊啲嘅範圍270到400蚊。新啲上落範圍1500蚊到2000蚊，闊啲嘅範圍咧1000蚊到呢個2400。能源股 CEG 咁啊上落範圍咧圍繞住280蚊上落啦。咁300蚊係200天線嘅位置，下邊打啲嘅支持位240。GEV 跌穿咗1000蚊，估計又會試800蚊嗰啲位啦，亦都係200天線嘅位置。上邊嚟屋企揾1000蚊樓上會試1200蚊。SYM 繼續38蚊到45蚊之間度上落。FC 呢個全球大型銅礦同埋金礦嘅開採業務嘅股票啦，咁就留意咧嗰個56蚊到70蚊嗰個區間咧突破咗噶啦，上邊下過咗嚟睇80蚊，量度目標咧有機會上到去呢個90蚊，支持位70蚊同埋64。SCCO 都係突破咗上落區間160到200蚊呢個範圍啦，短期目標睇220，破位嘅話你上到去250。下邊支持位200蚊同埋200天線170，跟住睇睇外匯市場嘅走勢，美匯指數咧跌穿翻200天線啦，翻落去98個半呢啲長期支持位附近，咁就預期有機會試一試98，上邊阻力99個半同埋100.5。歐羅對美元圍繞住200天線上落，上個禮拜四、禮拜五咧做咗2個射擊之星嘅，上邊沽壓都有嘅，下邊支持位1.16。低啲嘅睇1.15，上邊阻力1.17同埋1.18。英鎊對美元升得比較強啦，有機會試一試1.37，下邊支持位1.35，闊啲嘅範圍咧下邊1.34，200天線位置啦，上邊1.39。美元對瑞郎輕微跌穿咗0.8，繼續圍繞住呢個0.8上落啦，闊啲嘅範圍睇0.79到0.81。美元對日元企喺200天線上邊嚟到徘徊嘅上落範圍，睇158到160，闊嘅範圍154到163。美元對加元咁啊有機會下試呢個1.37呢個支持位，破位落到1.35，上邊阻力1.39同埋1.4150。澳元對美元咁啊，除咗美元偏弱，加上金價偏強咧，咁澳紙都係升翻上嚟。咁啊，下個禮拜有機會試0.72呢啲阻力啦，破位上到係0.74，支持位0.7050同埋呢個0.6950，200天線嘅位置。紐元對美元升翻上嚟0.6呢啲阻力位前邊啦，破位嘅話上到0.61，支持位0.59同埋呢個0.5850。金價星期三開始咧企翻穩響呢個200天線之上，禮拜五仲收近期嘅新高，下個目標睇4800蚊，位上到去5400蚊，支持位4500蚊同埋4400蚊。白銀企穩56蚊之後咧上翻嚟70蚊啦，咁啊暫時壓響200天線之下，升穿70蚊咧有機會上到去84蚊，下邊支持位62同埋56。紐約原油期貨繼續橫向發展嘅上落範圍咧80蚊到92蚊，闊啲嘅範圍68到104。布蘭特原油上落範圍88蚊到100蚊，闊啲嘅範圍80蚊到116。Bitcoin 單周急升接近20%啦，咁就跌破67000同埋76000啦。咁下個中期目標咧85000蚊，再上嘅話咧92000蚊，支持位200天線喺70000蚊附近。以太幣亦都係急升嘅，上到去最高約摸呢個2500蚊附近啦。咁啊，短線範圍2400到2800，破位嘅話咧升穿2800嘅機會上到去3400，支持位2000蚊。好，呢段片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